用粵語完成。此刻的我懷着無限嘅敬意同沉重嘅心情講出呢段話。依家係香港時間2025年6月9日，距離2019年那場震撼世界的反送中大遊行已經整整過去6年。嗰一天，超過100萬人走上街頭，浩浩蕩蕩嘅人潮不僅係香港歷史嘅轉折點，也係香港一代人嘅命運嘅分水嶺。作為一個大陸人，我家在廣東珠三角，以香港一衣帶水。從細到大，我就係翡翠台港劇、新聞、港產片嘅擁躉。喺我仲未有護照嘅時候，香港係我唯一能夠接觸到自由開放、文明法治嘅地方。我曾無數次踏足香港，我喜歡喺真正互聯嘅資訊海洋裏自由嘅衝浪，喜歡深入景色秀麗嘅麥理浩徑，縱情山野。我與香港感情深厚，香港已經係我夢寐以求嘅第二故鄉。今天喺呢度，我想講一句，我哋大部分嘅人欠香港一句多謝，因為喺上個世紀50、60年代，無數大內陸人冒險游水爬山逃到香港，香港人接納咗佢哋，俾咗佢哋新嘅希望。嗰一段逃港潮，香港係自由嘅彼岸。89年北京響起槍聲，係你哋走上街頭點起蠟燭守護真相。嗰一場民主歌聲獻中華，幾乎所有嘅演藝明星齊聚合唱，感動咗無數剛從沉睡中驚醒嘅大陸人。1991年嘅華東水災，你哋踴躍捐款；2008年嘅汶川大地震，你哋更係慷慨解囊。港人合共捐出超過100億港元，在全球所有捐助地區名列第一。我哋喺最困難、最艱苦嘅時代，香港人從來都唔係旁觀者，佢哋始終將自己視為中華民族良知嘅一部分。然後我哋仲要欠香港人一句對唔住，就係因為我哋全大部分嘅中國人嘅懦弱同埋沉默，成就咗呢個邪惡嘅政權，令佢肆無忌憚咁摧毀一個用近100年嘅時間建造成嘅一個東方之珠、亞洲金融中心，只係用咗半年，而家成為警察城市。我只有4個字嚟形容：痛心疾首。而家香港淪落到如此地步，無數港人被逼流亡海外。據統計，自國安法實施以嚟，已經有超過40萬人淨流出，分散於全球各地，包括英國、加拿大、台灣、澳洲。佢哋帶着恐懼同哀愁離去，卻從未放棄香港嘅身份。今日我哋同好多香港人齊聚喺呢度，希望呢份榮光唔會熄滅，佢會穿越海洋，跨越各界，存在於每一個相信自由、民主、良知以公義嘅人心中。願你哋平安，願你哋團聚，願你哋不再孤單，願榮光歸香港。多謝。